成日行街市嘅香港人，千祈唔好再俾1蚊菜心呃咗。你以為平到離譜嘅街市平價係街坊福利，其實呢個係資本精心鋪排嘅超級大坑。表面上平價益市民，實則係大企業用錢砸死個體戶，壟斷成個街市之後瘋狂加價，收割我哋所有人。今日同大家徹徹底底拆穿香港街市1蚊平價菜背後嘅所有黑暗套路、供應鏈內幕、資本壟斷真相，以及我哋普通市民要付出嘅沉重代價。喺香港日常消費入面，落街市買餸係無數基層街坊、家庭主婦、長者最基本嘅生活開支。熟悉香港物價嘅人都知，本地新鮮蔬菜價格一向好穩定，就算受天氣通關供需影響有微調，都絕對唔會出現離譜嘅超低價。但係呢2年，全港各區街市頻頻出現顛覆大家認知嘅售價，1蚊1斤菜心，幾蚊幾斤綠葉菜，平到超乎想象。呢種看似天降優惠嘅操作，瞬間刷屏社交平台同街坊圈子，好多人都覺得而家香港終於有平價餸，日常買菜壓力可以大減。但只要你拋開表面甜頭，深入拆解香港街市嘅資本運作、供應鏈生態同市場規則，就會發現呢啲超低價蔬菜從來都唔係相互讓利，而係一套層層圈套嘅引流詭計，更加係大資本壟斷本地生鮮市場、清走小商戶，最終收割全港市民嘅前置手段。背後藏住街市生態、物價、十田灣園市井文化嘅多重殘酷真相。想睇透呢個商業套路，首先要認清香港真實嘅生鮮物價水平，分清平價噱頭同真實行情嘅巨大差距。綜合食環署公開物價數據，全港18區街市物價追蹤同民間民生調研結果，本地主流蔬菜售價一直穩步上漲。當中市民最常買嘅菜心價格波動最具代表性，年初全港菜心平均零售價係每斤10.8蚊。經過天氣轉變、內地供貨波動、運輸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影響，價格一路走高，年末均價已經升到每斤13.2蚊，全年漲幅接近2成。就算係全港物價最低、生鮮交易最旺嘅深水埗，菜心最低價都要9.6蚊一斤，而豪宅林立、消費偏高嘅南區，菜心單價最高去到14.3蚊，兩區差價有成2.7蚊，足以證明香港生鮮物價嘅真實底線。喺呢個清晰穩定嘅市價體系之下，1蚊一斤菜心超低價時令菜，完全脫離正常供需邏輯，徹底唔符合生鮮行業嘅成本規則。做開零售嘅人都清楚，任何商品都唔可能長期蝕本售賣。生鮮蔬菜更加唔使講，由內地採購、跨境運輸、口岸檢測、倉儲保鮮、人工打理，再到街市檔位租金、水電雜費，每一項都係硬性成本。淨係計基礎採購同運輸費用，已經遠遠超過1蚊一斤嘅售價。換句話講，單靠賣呢啲平價菜，商戶鐵定蝕錢，根本冇辦法維持正常營運。但就係呢種違背市場常理嘅定價，變成而家香港街市最犀利嘅引流招數。尤其係各大資本旗下嘅街市檔口用得爐火純青，近2年全港掀起瘋狂嘅街市價格戰。荃灣川龍街街市有商戶打出勁爆促銷，節瓜、西蘭花等熱門蔬菜10蚊3斤，單斤先至3蚊幾，遠比市價便宜。好多街坊分享，傍晚收市前嘅街市價格仲會再劈5蚊，就可以買到2斤新鮮綠葉菜。性價比看似完勝好多深圳生鮮市場，而藍田啟田市場嘅優惠更加誇張，市價10幾蚊一斤嘅仁川菜苗，街市檔口定價3蚊一斤，甚至5蚊4斤，超大價差，令好多街坊都覺得撿到天大便宜。呢批超低價蔬菜一出，瞬間打亂全港街市原有定價體系，好多市民紛紛感嘆，香港街市菜價終於親民，爭相落街掃貨。但係清醒嘅街坊同現年人士都有同一個疑問：價錢平到咁離譜，租金、水電、人工、貨源成本點樣攤分？長期蝕本賣貨根本唔現實。呢場看似益街坊嘅低價風暴，背後一定有唔為人知嘅商業算計。而呢個疑問就揭開咗1蚊菜嘅第一層真相。佢從來都唔係商戶賺錢嘅主營貨品，亦都唔係回饋市民嘅福利，只係一個精心設計、成本可控、效果極強嘅商業引流誘餌，係街市零售行業沿用多年，而家被資本用到極致嘅獲客套路。熟悉線下實體店運營嘅朋友都知，引流品、抹利潤品係零售行業最經典嘅賺錢模式，超市、便利店、街市全部通用，只係香港街市資本將呢套玩法打磨得更加隱蔽、更加極致。對於街市檔口嚟講，人流就係生意命脈，冇客流，再好嘅貨源、再大嘅檔位都冇用。而普通消費者嘅心理好統一，對剛需平價貨品敏感度極高。蔬菜係香港家庭日日要用到嘅食材，復購率高，價格透明，用嚟做引流，能夠最大程度降低大家嘅戒備心，輕鬆吸引路人停低駐足消費。具體嘅運作邏輯非常清晰，商戶特意揀選菜心，
呢款全民熟悉、價格透明、受眾最廣嘅食材，刻意蝕本超低價售賣，就算每賣一斤虧幾蚊都冇所謂。核心目的根本唔係靠呢啲菜賺錢，而係用極致低價，將周邊零散嘅客流全部鎖死喺自己檔口前面。街市檔位密集，貨品大同小異，普通街坊根本冇固定消費習慣，邊度平就去邊度。1蚊菜嘅碾壓式低價，輕輕鬆鬆就搶晒周邊個體戶嘅所有客源。當你被超低價吸引停低揀菜嘅時候，商戶嘅二次賺錢佈局已經悄悄啟動。香港街市檔口店員大多做開多年生意，好識拿捏街坊消費心理。佢哋幫你清菜打包平價菜心嘅同時，會好自然咁推介店內其他高利潤食材。當日新鮮到貨嘅芥蘭蘑菇、玉米生菜或者各類瓜果、乾貨配菜，語氣親切，如同街坊閒聊，完全唔會令你覺得係硬銷。好感度同接受度都會大幅提升。絕大多數人嘅消費心態都會喺呢一刻鬆動。本來淨係想貪個小便宜買斤平價菜心，卻因為呢個超低價格默認，呢間檔口所有貨品都性價比極高，好抵買。心理防線徹底放鬆，順勢會揀多幾樣其他食材。好多人原本10幾蚊爭搞掂嘅買菜預算，最後會不知不覺使多幾十蚊。但大家都唔知道商戶喺平價菜心上面蝕嘅幾蚊，早就靠其他高毛利貨品成倍賺返。根據行業數據，街市普通蔬菜乾貨配菜嘅毛利率普遍達到100%至200%，部分特色配菜包裝食材利潤更高。檔主蝕2蚊買一斤菜心，隨便一包蘑菇、一把芥蘭就可以賺返10幾蚊。整體計數不僅唔蝕，仲有可觀淨利潤，客流轉化效率遠比傳統老實賣貨高得多。好多人以為呢種低價引流係香港街市獨創，其實完全唔係。呢套商業邏輯早已喺零售行業普及多年。大家日常幫襯嘅連鎖超市，成日推出特價雞蛋、低價牛奶、平價大米，用接近成本甚至蝕本嘅價格售賣，目的都一樣，用剛需低價品吸引顧客入店，再靠店內大量高利潤貨品賺整體利潤，用局部虧損換整體營收。街市嘅1蚊菜模式，只係超市引流套路嘅市井升級版。唯一區別就係街市資本將低價做到極致，將套路藏得更加隱蔽，普通人好難察覺。更加值得警惕嘅係，呢啲極致低價嘅引流菜，從來都唔係全日常態化售賣，有極強嘅時效性同場景性。呢一點都進一步證實佢只係促銷工具，絕非正常市價。資深街坊都好清楚呢個街市規律。清晨開市嘅蔬菜最新鮮，品相最好，價格亦都係全日最貴。而傍晚收市之前，各大檔口都會大幅劈價清貨，好多蔬菜低價拋售，甚至蝕本清走。呢個現象絕對唔係商戶好心益街坊，只係因為新鮮蔬菜保鮮期極短，留到第2日就會發黃變質，完全賣唔出，最終只能當垃圾丟掉，仲要俾垃圾處理費。所以傍晚低價清貨，只係商戶減少損耗、減少虧損嘅止損操作，根本唔係為民讓利。換句話講，大家偶爾買到嘅超低價蔬菜，只係商戶階段性嘅止損引流手段，唔係長期平價福利。好多消費者以為自己執到大便宜，實質係跌入咗資本設計好嘅消費陷阱，看似慳咗幾蚊，卻被動買咗好多高溢價貨品，成為資本零售遊戲入面嘅棋子。如果單係個體戶嘅低價營銷，只屬於普通市場競爭，尚且無可厚非。但真正摧毀香港街市生態、壓垮基層民生嘅，係大型資本集團利用呢套套路展開嘅系統性清場同市場壟斷。呢個先係1蚊菜亂象背後最殘酷嘅真相。近2年，香港街市嘅價格戰早已告別零散個體戶競爭，升級為資本主導嘅全域絞殺戰。全港各區街市層出不窮嘅奇葩低價促銷，全部都係資本佈局嘅信號。荃灣街市商戶打出同歸於盡、絕地求生嘅激進口號，30隻湖北蛋只賣15蚊，平均每隻蛋先至5毫。紅磡街市商戶用失戀劈價嘅趣味噱頭，5元2斤拋售綠葉蔬菜。呢啲看似熱鬧接地氣嘅促銷活動，表面係商戶搶客，內核就係大資本有計劃、有目的咁清退小微個體戶，壟斷全港新鮮市場，係資本碾壓小商戶嘅殘酷商業操作。好多街坊一直誤會香港街市仍然係傳統夫妻檔小本經營嘅市井業態，商戶之間良性競爭和氣做生意。但現實係而家嘅香港街市早已徹底資本化、集中化，零散小微商戶嘅生存空間被持續壓縮。根據街市行業調研數據，領展旗下83座公共街市近半數管理權已經外判俾6大專業承包商，當中建華街市管理宏集策劃2大巨頭，各自管控超過10個核心街市，壟斷全港大部分街市運營資源，市場集中度極高。其中建華集團嘅市場影響力最為龐大，
不僅係香港最大嘅豬肉零售運營商，都係本地頂尖綜合食品零售企業。全港擁有超過1000個銷售點位，憑借香港街市自有品牌，接本運營大量領展屋苑街市、社區街市，實現高密度多區域佈局。最關鍵嘅係呢啲大型承包集團兼具管理者同經營者雙重身份，一邊負責街市租務檔位管理、裝修遠圍截除管控，一邊親自下場經營菜檔、肉檔、乾貨檔等核心業態，等於自己做裁判、自己做選手，從根源上打破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為壟斷清場鋪平晒道路。大資本進駐街市嘅打法簡單粗暴，目的性極強，清空所有競爭對手，獨佔區域市場話語權。佢哋嘅標準化擴張套路好固定，鎖定目標街市之後，會一次性租下多個相鄰優質檔位，搶佔入口轉角、中心等黃金客流，位置形成規模化經營佈局。入駐完成之後，即刻打響極致低價價格戰，全線壓低蔬菜、肉類、蛋類等剛需食材售價。菜心1蚊1斤，白菜2蚊1斤，西生菜平價打包，所有定價完全唔計成本，唯一目的就係逼死周邊個體戶。喺資本嘅低價轟炸之下，原本平穩和諧嘅街市生態瞬間崩塌。以往街市10幾20檔個體戶，大家定價合理，利潤穩定，和氣經營，人人都有生意做，有錢賺。但資本一入局，數倍嘅價差形成降維打擊，同區同時段之內，資本檔口菜心6蚊1斤。對面個體戶正常售價10蚊，周邊傳統優質本地菜心更加高達20蚊。街坊買餸最務實，價錢差咁遠，就算個體戶嘅菜更新鮮、品質更好，都冇人會光顧。小商戶瞬間陷入零客流、零成交嘅絕境。面對資本嘅瘋狂價格戰，本地小微個體戶根本冇突圍嘅，可能淨係得2條路行，而且2條都係死路。第一條路跟風降價，被動內捲，但個體戶同大資本嘅實力天差地別。大資本大批量集中採購，自有倉儲物流，全港網點聯動，能夠最大限度壓低進貨成本。就算單店每月虧幾十萬，都可以靠全港分店整體利潤對沖，長期扛住虧損。而小商戶單次進貨量少，毫無議價權，進貨成本遠高於資本，每賣1斤低價菜就虧1斤，買得越多虧得越多，短短幾個月就會耗盡畢生積蓄，最終資金鏈斷裂，無力經營。第二條路，堅守原價，拒絕內捲，但結局一樣慘淡。喺資本低價嘅虹吸效應之下，街市90%以上客流都會被吸走，個體戶日日開鋪都冇生意，新鮮蔬菜長期擺放發黃枯萎變質，最後只能整批丟掉，血本無歸。與此同時，每月幾萬甚至10幾萬嘅檔位，租金、水電雜費1分都唔少，長期只出不入，最終都只能被逼結業離場。呢場資本主導嘅同歸於盡式價格戰，本質就係資金實力嘅碾壓。大資本提前做好長期虧損預案，願意攞住幾百萬流動資金陪小商戶耗，用局部短期虧損換取區域市場嘅獨家壟斷權。而勢單力薄嘅個體戶冇資金儲備、冇渠道對沖、冇抗風險能力，根本冇得鬥，最終只能無奈退出經營，將經營多年嘅街市市場拱手讓人。更加令人不寒而慄嘅係街市運營機制嘅漏洞，管理方同承包資本深度利益捆綁，進一步加劇壟斷亂象。最終所有代價都由基層市民承擔，領展將大量核心街市運營權批量外判俾頭部資本集團，而承包集團手握管理大權之餘，仲親自經營各類新鮮檔位，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定價、自我經營嘅閉環，完全脫離市場監管，毫無公平可言。多位區議員長期跟進街市民生問題，多次公開質疑呢種運作模式透明度極低，存在壟斷同利益輸送嫌疑，最終必然損害商戶同市民嘅雙重權益。多個街市改造案例已經實錘呢個壟斷套路，而東街市、天水圍天瑞街市、屯門良景街市嘅運作模式一模一樣。資本承包街市管理權之後，第一時間啟動全域翻新工程，以升級環境、優化體驗為借口，大幅上調檔位租金，擠壓老商戶生存空間，同時自主搶佔核心檔位經營新鮮業態，一步步清晒所有外來個體戶。呢套裝修加租換血嘅標準化流程根本唔係街市升級，而係資本系統性清洗小微商戶，實現權益壟斷嘅固定手段。經過幾個月嘅價格戰同租金壓榨，街市原本10幾檔個體戶會批量結業，好多深耕街市幾十年嘅老商戶，連高昂嘅頂手費都直接放棄，棄鋪離場。最終成個街市剩翻少數，甚至全部係同一資本旗下檔位。市場競爭徹底消失，100%壟斷格局正式形成。而呢個只係資本佈局嘅上半場，真正針對全港市民嘅民生收割先啱啱開始。當所有競爭對手被清走，市民徹底冇得揀之後，資本會即刻叫停低價補貼，循序漸進咁上調售價，開啟報復式漲價。
呢個漲價過程好隱蔽，唔會引起市民反感。今日升1蚊，聽日微調單價，1週之後恢復正常市價，後續持續攀升，慢慢將菜價推高至遠超合理水平。到時候無論你去街市邊個檔位買餸，都係同一個老闆同一個定價。街坊傳統嘅東家唔打西家，消費自由徹底消失，只能被動接受高價，任由資本收割。支撐住1蚊菜極致低價嘅，除咗資本引流套路同壟斷佈局，仲有一個最隱蔽、最傷市民健康嘅真相。呢啲超低價蔬菜根本唔係新鮮靚菜，而係批發市場瀕臨報廢，差啲丟去堆填區嘅殘黐尾貨。資本只係用極低價格掃入垃圾，試完先可以做到虧本都有錢賺。呢個就係低價菜供應鏈嘅核心潛規則。生鮮蔬菜係極短保商品保鮮期，淨係得幾日，對倉取濕度、通風要求極高。一旦錯過最佳售賣期，品嚐口感、營養全部流失，徹底失去商品價值。香港每日嘅生鮮貨源主要來自內地凌晨，大量蔬菜由內地批發市場、運抵長沙灣等本地核心市場，完成分揀流轉，供應全港街市日間銷售。但每日供需永遠無法精準匹配。受極端天氣、農戶種植規模、通關效率、市場需求波動影響，每日都會產生大量滯銷蔬菜。有部分蔬菜因為暴雨沖刷，倉儲缺水、脫水枯萎，品相受損，無法入正規渠道；有部分因為農戶預估行情失誤，過度種植，導致供過於求，大量積壓；仲有部分因為批次品相問題，被商超同高端街市拒收。呢啲滯銷蔬菜如果當日賣唔出，第二日就會徹底腐爛變質，完全冇食用同售賣價值。對於批發商嚟講，呢啲菜留住只會產生額外垃圾處理費，清運成本100%係純虧損。為咗減少損耗，挽回少量成本，批發市場每日傍晚收市前都會將所有滯銷殘次蔬菜集中清倉，價格平到離譜，往往100-200蚊就可以包低一整車殘菜，單斤成本低至幾毫，幾乎等於免費贈送。而佈局全港嘅大型街市，資本精準拿捏呢個供應鏈漏洞。每日固定時段批量掃貨，將所有瀕臨報廢嘅美菜殘菜全部包攬，以近乎零成本嘅價格拿貨呢，就係1蚊超低價菜可以長期存在嘅底層貨源邏輯。呢啲批量收購嘅殘次蔬菜本身已經處於腐爛變質邊緣，葉邊發黃、局部潰爛、脫水、枯萎係常態，完全唔符合生鮮售賣標準，更加達不到攝同溫泉食用要求。但街市店員會通過一套標準化翻新手段，偽裝靚貨。剪掉所有黃葉爛葉，剔除腐爛部位，持續噴水保濕，再擺喺街市高亮大燈底下，利用光線遮蓋瑕疵，令原本殘次嘅蔬菜睇落新鮮飽滿，粉相極佳，足以以假亂真騙過絕大部分普通街坊。呢種灰色供應鏈操作絕對唔係偶發，而係低價生鮮菜道嘅常態化潛規則。早前復活節長假，全港人流大減，街市生鮮嚴重滯銷，多間檔口推出5蚊4斤嘅平價菜心苗，檔主私下直言，呢批菜全部係滯銷尾貨，如果唔低價清貨，最終只能整車報廢丟棄。為咗減少虧損，先至會推出極致低價。呢番說話直接揭穿真相：1蚊平價菜從來都唔係靚貨樣嚟，只係資本幫批發商清垃圾庫存嘅產物。從成本計數角度嚟講，呢啲尾貨蔬菜拿貨成本近乎為零，就算1蚊1斤平價售賣，商戶依然有充足利潤空間，絕對唔會蝕本。但對於消費者嚟講，呢啲看似抵買嘅蔬菜完全係雞肋貨品，經過翻新處理嘅殘次菜，植物細胞早已破損，保鮮功能完全喪失，就算放入雪櫃冷藏都撐唔過1晚，第二朝就會發軟流水、發臭腐爛，徹底唔可以食用。除咗保鮮期極短，呢啲尾貨菜嘅口感同品質都嚴重不達標。新鮮蔬菜自帶清甜菜味，口感脆嫩，而長期積壓脫水發酵嘅殘次菜，煮完之後口感粗糙，難以嚼爛，異味濃重，甚至會有淤泥味、腐味，完全冇正常蔬菜嘅鮮味。更危險嘅係長期積壓嘅殘菜激液滋生細菌霉菌，部分貨源仲存在農藥殘留、重金屬超標問題。長期食用會對人體健康造成持續性隱性傷害，日積月累，嚴重影響肝腎機能。資深老街坊早就看透呢個行業真相，網上不斷有市民分享買菜心得，直言8蚊1斤嘅新鮮靚菜心，同10蚊3斤嘅低價尾貨菜心，品質、口感、安全度完全係兩個層次，根本冇可比性。真正識食識買餸嘅街坊，從來唔會盲目貪平，寧願多俾幾蚊。幫襯靠譜檔口買新鮮、安全、來源清晰嘅靚菜，都唔會為咗慳少錢買劣質尾貨，損害家人健康。呢條灰色供應鏈帶來嘅危害，遠不止損害消費者權益咁簡單，仲會加劇全港食物浪費，拉高全城蝕本溫泉風險，擾亂正規生鮮市場秩序。
原本需要正規清運、無害化處理嘅報廢蔬菜，經過簡單翻新就重新流入民生市場，商戶同批發商嘅損耗減少，但所有風險同代價全部轉嫁俾普通市民。大家以為自己執到平價着數，實質係用自己嘅健康為資本嘅清庫存套路同盈利模式買單。如果話 K 型供應鏈、資本壟斷引流套路係個體戶消亡嘅外部原因，咁香港街市天價租金就係壓垮小微商戶嘅最後一根稻草，並喺加速個體戶退場、助推資本壟斷、抬高民生物價嘅核心底層因素。熟悉香港營商環境嘅人都知，香港商鋪租金常年位居全球前列，街市檔位嘅高昂租金令無數小微創業者望而卻步，根本冇生存空間。核心旺區嘅街市檔位，區區數百年面積，月度租金動輒10幾萬甚至20萬港幣，淨係每日租金成本就需要幾千蚊。換句話講，商戶每日一開鋪，首先要賺夠幾千蚊先能夠覆蓋租金開支，之後仲要承擔人工、水電、貨源採購、耗材損耗等刀槍成本，營運壓力極其巨大。喺呢種天價成本之下，老實經營嘅個體戶根本唔可能靠1蚊平價菜維持生計。所謂嘅惠民低價，從來都唔係小商戶可以承接嘅模式。香港街市主要分為食環署管轄嘅公街市同領展外判管理嘅私營街市兩大類。兩類街市租金標準唔同，但整體成本全部處於高位。食環署公眾街市檔位採用公開競投模式，競投成交價就係每月固定租金。為咗盤活空置資源，部分長期空置檔位可以享有市值6至8成嘅優惠底價，但核心地段、熱門街市嘅優質檔位競爭激烈，底價極高，優惠政策根本惠及唔到普通小微商戶。就算參考官方公開嘅親民租金數據，都足以體現香港檔位租金嘅高壓。宜安街街市28個出租檔位，月租由稿賣27蚊至凄殘4蚊4蚊不等；正街街市32個檔位，月租區間因班入敗50蚊至凄殘9蚊8蚊。但呢啲低價檔位全部位置偏僻，人流稀疏，生意慘淡，根本冇辦法盈利。可以穩定引流、正常做生意嘅核心檔位，月租通通接近萬元級別。而領展外判嘅私營屋苑街市、社區街市，租金水平仲要遠超公眾街市，係壓垮小商戶嘅最大元兇。最不公平嘅係面對高昂租金，大資本同個體戶嘅議價能力天差地別，形成赤裸裸嘅雙重標準，進一步擠壓小商戶生存空間。大資本手握千萬級資金，一次性承租10幾個檔位，簽訂數年長期死約，可以同管理方傾大額折扣、最優惠至免租期、潤圍補貼等專屬福利。管理方為咗鎖定穩定大客戶，一律大開綠燈，優先讓利。反觀深耕社區幾十年嘅本土老街坊商戶，完全冇議價資格，每次租約到期續約都會被強行大幅加租，只能被動接受，要麼咬牙續租硬撐，要麼起鋪結業。大量真實案例證實咗呢個亂象。領展旗下多個街市翻新外判之後，一律採用加租清老商戶換資本自營嘅套路。天耀街市、日東街市等多個區域，老商戶批量退場，本土小店消失，居民被逼跨區買餸，民生便利性大幅下降。租金層面嘅絕對優勢，令資本嘅低價壟斷戰術更加無往不利。資本依靠平價租金、規模可供應鏈、智能化數據系統、精準核算每日食材損耗單品毛利，整體營收動態調整引流低價品類。今日平賣菜心，聽日平賣白菜，用可控嘅小額虧損鎖定客流，靠整體生意賺錢，持續擠壓個體戶生存空間。不止租金同貨源碾壓，資本仲會高薪挖走街市優質人手。個體戶日出500人工，資本直接開到600、700，令小商戶無人可用，只能夫妻2人親力親為，牛夜操勞，最終抵唔住客流流失，心力交瘁，無奈執笠離場。近年深港通關便利化升級，內地消費性價比優勢凸顯，大量香港市民北上消費買生鮮，進一步衝擊本地街市生意。鄰近深圳嘅北區街市受災最嚴重，商戶普遍叫苦連天，生意腰斬，入不敷出。多位區議員實地調研之後，多次呼籲政府出台租金調節機制，幫扶小微商戶，但政策落地緩慢，力度不足，根本無法逆轉個體戶退場嘅大勢。喺天價租金、資本碾壓、客流流失、成本高企嘅多重打壓之下，香港傳統本土街市個體戶嘅消亡已經係不可逆嘅趨勢。當資本徹底清空區域內所有競爭對手，獨佔街市經營權之後，真正嘅民生收割就會全面開啟。大家一定要記住，資本初期嘅極致低價，從來都唔係益街坊，只係奪取市場定價權嘅手段。短期虧損清場、壟斷市場之後，必定係報復式漲價。呢係所有資本行業嘅不變規律。當市民徹底冇得揀，全區街市都係同一個老闆，無論物價漲到幾高，大家都只能被動接受，無從反抗。
全港菜價年度數據已經顯露漲價趨勢，菜心均價由年初10.8蚊升至年末13.2蚊。除咗通脹、季節貨源波動等常規因素，資本壟斷係核心推手，而全港各區菜價嘅極端價差，更加印證咗壟斷嘅危害。南區菜心最高14.3蚊一斤，深水埗最低9.6蚊一斤，差價接近50%。呢個價差唔係區域消費差異導致，而係資本壟斷滲透程度唔同，造成壟斷越嚴重嘅區域，物價越亂，夜價越高，市民負擔越重。好多東涌居民嘅日常體驗最真實，東涌街市被資本高度壟斷，2斤菜心要30蚊，一條普通魚要50蚊。而深水埗仲保留住多元商戶競爭生態，18蚊就可以買到2斤優質菜心，50蚊可以買到3條新鮮魚。巨大嘅物價差距令好多居民不惜跨區奔波買餸，浪費大量時間同交通成本。呢個就係資本壟斷帶給基層市民嘅真實代價。呢套先低價清場後高價收割嘅套路，絕對唔係香港街市獨有，網約車、外賣平台都係一模一樣嘅玩法。早年互聯網平台入局，瘋狂補貼低價讓利，逼死傳統商戶、個體戶從業者。徹底壟斷市場之後，即刻取消所有福利，持續加價抽水收割，令消費者同商家雙重承壓。而家呢套成熟嘅資本收割邏輯，正完整複刻喺香港街市入面，用市民短期嘅平價甜頭，換取長期嘅高價壟斷剝削。可以預見，隨着街市壟斷格局持續固化，1蚊菜呢個惠民噱頭會徹底成為歷史。未來香港新鮮物價會持續走高，10幾蚊、20蚊一斤嘅菜心會成為常態。最可悲嘅係市民俾緊高價買到嘅，依然係翻新美貨、農殘超標、口感極差嘅劣質食材。以往本土農戶種植、新鮮純天然、口感純正嘅靚菜，要麼天價先可以買到，要麼徹底消失。市民嘅消費選擇權、品質保障、民生福利全面倒退。比起物價上漲、消費降級，更加痛心嘅係香港百年街市人情味嘅消亡，本土市井文化嘅凋零。一座城市嘅靈魂，從來都唔係光鮮亮麗嘅摩天大樓，而係街頭巷尾嘅煙火氣，人與人之間嘅溫暖羈絆。香港街市歷經百年發展，早已超越單純嘅買賣交易場所，係社區鄰里交流嘅核心樞紐，本土市井文化嘅載體，幾代香港人嘅集體記憶。傳統本土街市最珍貴嘅魅力，從來都唔係平價，而係超越買賣嘅人情溫度，深耕社區幾十年嘅個體戶檔主。熟悉每一戶街坊嘅口味、習慣、需求，同街坊建立咗深厚情誼。熟客幫襯，檔主會主動預留最新鮮嘅食材，免費贈送蔥薑，貼心搭配餸菜，分享煲湯烹飪技巧。街坊都會長期幫襯熟檔，相互體諒、互幫互助。遇到商戶經營困難，都會主動支持。呢種溫暖淳樸嘅市井人情，係冰冷嘅資本連鎖業態永遠無法複刻嘅核心價值。香港社交平台一直流傳住好多街市暖心小故事。有網民分享自己喺魚檔預訂海鮮，臨時忘記取貨，第2日先記起，本以為貨品已經被轉售，點知檔主足足幫佢預留咗1日耐心等佢返嚟取貨。呢啲細碎又溫暖嘅小事，正正係香港街市最珍貴嘅人民溫度，亦都係無數街坊偏愛老街市嘅原因。深水埗、油麻地、元朗等老街市，至今保留住最純粹嘅市井氛圍，商戶之間和氣競爭，互幫互助，閒聊打趣。熱鬧嘅人間煙火係自寧化高端超市永遠復刻唔出嘅城市溫度。但隨住資本連鎖檔位全面入駐，本土個體戶批量結業，百年街市嘅人情味正快速流失。資本旗下連鎖菜檔統一裝修、統一話術、統一機械化運營，店員只追求銷售業績，唔會同街坊閒聊，唔會貼心服務，唔會預留靚貨，消費者付款取貨，轉身離場，全程零交流、零溫度。曾經溫暖熱鬧嘅市井街市，徹底淪為冷冰冰嘅資本交易場地，剩低赤裸裸嘅利益交換，再無煙火溫情可言。更加令人惋惜嘅係，香港傳承超百年嘅小販文化正加速消亡，本土市井文化嘅傳承根基徹底鬆動。香港流動小販文化擁有過百年歷史，鼎盛時期全港有3萬個合法流動小販牌照，遍佈大街小巷，構築咗香港獨一無二嘅市井風貌。但隨住城市發展，資本入局，政策收緊，小販行業持續萎縮。目前全港有效流動小販牌照僅剩233個，近80%持牌人年齡超過70歲。政府長期停止新發小販牌照，意味着隨着老一輩小販退休離場，呢個百年本土文化業態將會徹底消失，成為無可挽回嘅城市遺憾。多位民生議員、社會學者都公開批評現行街市管控理念落後，脫離民生。
直言政策以打壓消滅小微小販為核心，阻礙本土文化傳承同小微經濟發展。印尼人士多次建議政府推出短期靈活牌照、師徒制輔導、創業扶持政策，盤活小販文化，助力小微商戶。但多項利民建議遲遲無法落地。當市民為咗1蚊幾蚊嘅短期平價紅利，盲目跟風助推資本壟斷，最終失去嘅係百年使者文化、珍貴倫理人情、多元消費選擇。呢啲無形損失係再多金錢都彌補唔返。除此之外，1蚊超低價菜背後仲隱藏住極大嘅食品安全隱患，持續侵蝕基層市民嘅身體健康，形成隱形嘅民生傷害。香港人常講嘅平嘢冇好貨，喺呢啲低價生鮮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極致。低價嘅背後必然係品質降級、風險升級。看似抵買嘅平價食材，實則暗藏農殘超標、細菌滋生、總針屬超標、變質發霉等多重安全問題。食環署歷年實行看村抽檢數據，多次曝光街市低價菜嘅安全問題，不合白樣本，絕大多數嚟自主打超低價促銷嘅資本檔口。年初食安中心公開通報，九龍街市某檔口蔬菜除害劑殘餘超標，即時勒令停售追溯貨源。年末再次檢出青蘿蔔、番薯、紅菜頭等多類食材農殘超標，其中一份青蘿蔔樣片除害劑含量超標7倍以上，紅菜頭樣片超標近10倍，安全風險極高。根據香港食物內除害之殘餘規例，售賣加工進口不合格超標食材，屬於違法行為，最高可罰款5萬蚊同監禁6個月。雖然食安中心多次強調單次微量攝入風險較低，但長期日積月累食用超標食材，會持續加重人體代謝負擔，損傷肝腎機能，對長者、小孩、孕婦、慢性病患者等弱勢群體危害極大。所謂風險較低，絕對唔係零風險。長期攤平食劣質菜，最終只會用身體健康買單。香港正規供港蔬菜擁有嚴格嘅監管鏈條，內地註冊菜場種植、合規收購全程溯源，口岸通關需要核驗文件隨機抽檢達標先可以流入市場。但呢套嚴格監管體系只覆蓋正規優質貨源，資本批量採購嘅殘次尾貨、報廢菜、問題菜全部游走喺監管灰色地帶，貨源無法追溯，批次無法核驗，品質忽保障，徹底脫離官方監管範圍。資本商戶採購呢啲貨源成本極低，幾毫幾蚊就可以拿貨，完全唔在意食材品質同安全標準，只在乎銷售利潤。只要可以低價快速清貨，就算係問題食材、變質食材都會照常售賣，徹底無視市民健康權益。呢種灰色售賣模式令香港街市嘅食品安全防線徹底失守，無數市民日日無意識食用劣質超標食材。最令人心酸嘅係沉迷低價菜被平價噱頭吸引嘅，大多係基層長者、低收入家庭、獨居老人、基層務工人士。呢班最弱勢、最需要民生保障嘅群體，對物價最敏感，最容易被1蚊平價菜吸引，卻被迫承擔最大嘅食品安全風險，默默支付住無形嘅貧窮稅，為資本嘅盈利套路，犧牲自己同家人嘅健康。呢個係香港街市亂象入面最值得深思嘅民生痛點。面對資本壟斷、物價失控、文化消亡、食安隱患嘅多重亂象，好多市民會覺得自己勢單力薄，無能為力。但事實上，每一位消費者嘅日常選擇都係為自己想要嘅街市生態、民生環境投票。你每一次幫襯，每一筆消費都悄悄決定住香港街市嘅未來走向。而家香港消費格局正雙向惡化，一方面內地訂餐平台北上消費熱潮持續分流本地街市客流，令本就成壓嘅小微商戶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本地街市資本壟斷加劇，物價虛高，品質下滑，人情味缺失，進一步降低市民消費意願，形成惡性循環。但危機之中必有轉機。近年香港本土湧現出一批堅守品質嘅良心小眾菜檔、有機生鮮門店，唔玩低價套路，專注優質貨源，保留市井人情。雖然售價略高，但勝在安全新鮮、品質靠譜、服務暖心，收穫大量理性市民支持，生意穩步向好。呢班理性消費者早已跳出低價陷阱，明白買菜嘅核心係安全、健康、優質，唔係盲目貪平。佢哋願意為品質買單，為良心商戶買單，為市井人情味買單，為多元市場生態買單，用消費抵制資本壟斷套路，守護香港街市嘅純粹煙火氣。資深街坊都好清楚，低價次品同優質生鮮有天壤之別，慳低幾蚊嘅代價，往往係健康受損、體驗降級、生態破壞。理性擇優消費先係最長久、最抵嘅生活方式。為咗盤活本土街市生態扶持，小微商戶傳承地道市井文化，工聯會曾經提出數字化升級方案，建議政府搭建小販地圖，市民遊客掃碼就可以查詢小微檔口位置、營業狀態、特色貨品同經營故事，推廣香港地道販商文化，為堅守品質嘅小商戶增加曝光，拓寬客源。同時，香港環境局都表示，
正積極研究盤活公眾街市空置檔位，引入多元業態豐富貨品品類，打破單一生鮮售賣模式，為小微商戶創造更多生存空間。呢啲積格探索都為街市生態復甦帶嚟希望。追求性價比、勤儉消費絕對冇錯，但我哋一定要分得清真正嘅實惠同包裝精緻嘅陷阱。一蚊菜從來都唔係惠民福利，而係資本精心設計嘅收割套路、壟斷工具、民生毒藥。佢用短期嘅平價甜頭，清走本土個體戶，壟斷市場定價，抬高長期物價，埋下食安隱患，摧毀百年市井文化，一步步透支全港市民嘅民生權益同城市溫度。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清醒落嚟，跳出低價消費嘅思維誤區，唔好再被表面評價蒙蔽雙眼。日後落街市買餸，不妨多行兩步，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堅守，主動幫襯深耕社區、堅守品質、保留人情味嘅本土小微商戶。你每一次善意幫襯，都係對壟斷套路嘅有力抵抗，都係守護街市多元生態、留住市井溫情、保障自身民生權益嘅力量，抵制資本壟斷，支持本土小商戶堅持理性消費。無數普通人嘅微小選擇，終將匯聚成改變市場格局嘅力量，令香港街市重新回歸親民、溫暖多元嘅本來面貌。睇到呢度，相信你已經徹底睇穿香港街市一蚊平價菜背後嘅資本套路、供應鏈黑幕同民生真相。呢條片拆解咗好多普通人唔知嘅街市內幕，覺得有用嘅朋友即刻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嘅家人街坊，等更多人避開低價陷阱，識破資本套路。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街市買餸經歷，遇到嘅平價套路同避坑心得，我哋一齊交流，互相提醒，守護自己嘅民生權益。最後一定要訂閱我嘅頻道，開啟小鈴鐺。我會持續拆解香港本地民生亂象、商業底層套路同社會真相，帶你看透身邊所有隱藏嘅資本陷阱。我哋下期再見。